你先回去，拜拜。你回去，你洗一下。搁来理一个好啊。啊，搁有人来啊？是啥物人？这个是老虎，敢是？哈？老虎，你是安怎？无男无女呢？哦，啊，我看卖啊，你面红红。啊，你去动这，系啊。啊，你要安办？你昨昏敢是无够配？哦，啊，你走去倒无够配？你走去拍啦，啊困去，拄久去，无够配，吼，啊巴肚现吼，咱是寒着，足烧呢，爱煮啥？爱煮啥？煮一支随好。敢袂？袂哦。煮啥呢？然后我做啥？做嘞，一个呀，袂听，好不？好啊。啊，我敢要去甲大家讲，老虎惊煮啥的代志，卖讲。啊，你多多保重身体哈。困的时阵爱记得搭配，把巴肚扛起来哦。好，再会。泡到的家里也无钱。你听到啊？是啥物啦？礼拜，有人咧哭。是啥物？你是啊？可以，你是安怎？嘴合袂起来啊？你老会害吼？我看卖啊，我甲你调看卖诶。我要安怎办？歹烫呢？啊！听吼，我调面啊，我试看卖咧哈。喵，哈啾！哎呀！喵咩？后摆吼，拍戏喙唔通只上开哦，你顶摆吼要学好尾拍戏，喙开较大，起码到会害，你敢知？会记得无？后摆拍戏吼，喙唔通起较上开哦，保重哦，再会。那你过来哭，就无用。哭，有人来啊！是啥物人来？来，你来。是啥物人？敢是牛？牛安怎？牛安怎？牛安怎？牛讲伊安怎？较大声，耳孔都重诶。牛讲伊头壳做上吼，啊你转去哈，用清水加洗几摆，好无？吼，无洗头吼。哎呀！听到无？哎呦，挺好，搁要煮啥？乖声煮了就乖，来，好你煮了乖。煮卡车。煮爸爸。煮爸爸。啊！爸爸叫一声足疼吼。哦，这个同乖吼，哎，煮啥会听？煮妈妈吗？哦。